大家繼續欣賞永明國際公開金杯賽嘅第二場總決賽，即係介紹9號線道嘅龍舟健兒，第一線 Viva Dragon， 第二線第三線新西龍，第四線惠州市家樂龍舟隊，第五線中國信德樂從羅頭公龍舟隊，第六線沙陸板門健兒，第七線亞公國漁民福利會，第八線天龍包團，仲有第九線嘅香港科大救生龍舟隊。正喺留意緊係啦，國際公開賽嘅冠軍5線嘅中國信德樂從羅浮宮，另外仲有我哋喺粵港澳大灣區嘅香港隊代表陳潤耀獎盾嘅冠軍6線嘅沙陸板門健兒啦，我暫時帶出咗啦，零零四四都係一枝獨秀5線嘅信德樂從羅浮宮，哇！跟住落嚟第2名3分頭喎，見到而家上線嘅惠州市家樂手手前鋒，但係而家第3名咧本身嘅8線嘅天龍包團，但係中間6線嘅沙陸板門，7線嘅中國都上咗嚟。第1名係5線，第2名4線冇問題。哇！沙陸板門健兒憑住後勁搶翻個第3名，入金杯賽決賽。Alam mo, Philippines